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这个新浪证券报道说 A 股上市房企3季报收工，过半实现盈利，部分龙头大额亏损。截至10月31日 ，A 股共有85家上市房企披露2025年3季度业绩报告，其中超40%房企营收实现同比增长，43家房企实现盈利，占比超50%。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房企共有37家，占比为43.53%。是这样子的到底是咱们的房地产数据出了问题，还是胡适的这些房企业绩报表出了问题？你看他们是悖论呢。咱们这个房地产的数据，统计局的数据，对吧？什么中指研究院的、科尔瑞的等等各种数据发表出来，那都是在往下走但是我们的胡适的房企的上市公司居然还有43家实现盈利，到底是哪儿有问题？连这个一哥保利，对吧？第3季度就开始亏损了，连万科这样的号称房地产的优等生，不仅是巨亏，而且还要这个大股东无尽的输血。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 A 股的上市公司房企还有43家能盈利，不知道大家是相信统计局，相信科尔瑞、中指研究院，还是相信胡适的这些财报，还是这些上市房企采用了什么高科技又是采用了什么先进的财技，反正不太容易理解，对吧？自2022年起，房地产行业业绩承压态势已延续数年，在业内看来，低利润项目集中结算与市场调整期减值准备计提，共同导致了上市房企业绩持续亏损，楼市回暖或将成为房企报表修复的关键契机。他这个报道文章挺长的咱就不看了，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总之总有一个数字它是不对的，谎言，对吧？很容易被另外一个谎言就戳穿了。一个谎言你需要10个谎言来掩盖吗？你看恒大地产集团被执行31.9亿。11月12日，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6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31.9亿余元。恒大是好不了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资机构怎么看待楼市，又有什么新看法？花旗预期明年香港地产市场进一步复苏，住宅价格上涨。金石数据11月13日讯，花旗报告指看好香港地产市场在2025年走出低谷后，于2026年预期进一步复苏。原因如下：一、房价进入上升周期，新销售利润率改善，目前为5%到9%，以及资产净值具有上行空间。第二个，零售销售，奢侈品表现优于大市，大众市场自2025年5月起趋稳，并预期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稳定恢复。写字楼2025年竣工量创新高后，2026年预期竞争加剧，但核心区甲级写字楼表现稳健。第四个上市企业更精简，积极资本循环，负债下降，资本支出与融资成本降低，应能在稳定股息下为增长提供现金流支持，投资意愿回升。第六个是董事长 CEO 更迭及部分新策略平稳过渡。花旗预测2026年住宅价格上涨3%，它是2025年预期是升了3%2026年还要再上涨3%，并进入多年上升周期。花旗首选标的就是还推荐了一些公司这个不重要，重要是花旗认为明年香港的这个住宅要进一步上涨3%。不管怎么说如果香港的住宅价格2026年真的能上涨3%，那对深圳的楼市企稳是一个利好，创造了有利条件嘛。毕竟外围不跌了，那肯定是好消息但是深圳的楼市能不能稳得住呢？这个就可说不好为什么呢？这个今天我看到一个自媒体文章叫深圳乐居，它描写了这个当下深圳的一批业主在经受什么样一种折磨叫被房贷倒挂笼罩的深圳业主，还不起又不敢断供，也就是想还按揭贷款又还不上，没钱，但是又害怕断供，这也叫两难呢。他说近1-2年业主们深深陷入在房贷倒挂的恐惧中，房子成了负资产，当年咬碎牙都要上岗的人成了现代杨白劳。房价倒挂是件好事，但一字之差就是天渊之别。根据媒体报道，深圳有位90后业主小曾这个我们也说过2020年高位上车学区房，房子欠银行本息共计650多万，
当年首付200万元，现在市价却只剩360万，几乎跌成了房贷的一半。面对每个月几万块的房贷还款，业主直呼压力很大。这可不是什么段子啊，而是当下深圳楼市真实的魔幻现实。房贷倒挂成了最近的热点话题，简言之就是你欠银行的钱比现在房子的市值还多，导致的后果就是即便你卖了房子还要倒贴还银行钱。这就是很多地方这个业主动不动就在网上，对吧，说送房子，把房子送给你，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房贷倒挂就是催生了啊送房子，这个什么地方房价跌得越厉害，什么地方就是送房子，或者说什么地方有送房子的，什么地方房价就跌得厉害。你比如说最早送房子的就是河北燕郊嘛，我觉得燕郊的房价下跌啊，恐怕在全国啊，他还说他排第二，可能别人也不好意思说排第一啊。你看燕郊跌的是比较惨，全国有很多这个，比如上海、深圳啊，有很大城市啊，周边像燕郊这样的地方，但是他们房价也跌啊，也跌得很厉害，但是他们人少，毕竟不像燕郊，燕郊有多少人呢？几十万人、上百万，那都是在北京上班的，跑到燕郊买房。燕郊当地人很少啊，燕郊以前只是个很小的镇子啊，是个小镇呢，所以它80%以上啊，恐怕都是外来人口，都是在北京的上班。这个咱们继续看这文章啊，更扎心的是啊，这种倒挂现象成为了不少业主的日常。所以说，你看第一个说的就是免费送房，2年时间从新闻变成日常。还记得2023年7月，深圳各大房产群被一张截图刷屏，宝中花样年花乡一位业主宣布免费送房子。这位业主2020年底以365万总价买入一套27.88平的单间，折合单价13万每平。这个在宝安中心区的热门上车盘，单价一度炒到了16万每平米。短短3年不到，同一小区同户型成交价一路缩水，市场价仅在230万左右，剩余的房贷竟然比当前房价还高，房子成了名副其实的负资产。如今在贝壳找房平台上，同样户型的房源单价约5.3万，挂牌半年从170万下调到153万，关注的人比实际看房的人还多。你看看啊，这个房子最贵的时候16万一平，现在5万一平，整整跌掉了2/3，也就是从最高点啊，这个下跌谁受得了啊？当年这个案例出来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很震惊、很新鲜，而现在这种倒挂现象在深圳早已经不是新闻。银行的缓兵之计与市场的含义，面对越来越多的房贷倒挂案例，银行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在2024年，应该就推出了房贷缓期计划，给贷款者喘息的空窗期啊。具体操作啊，这个咱们以前就因为2年前就跟节目里面说了啊，就是要主动的给银行打电话，要去沟通。你不给银行打电话，那就让那些中介啊就占了便宜，蒙你。实际上你有很多事情，你跟银行一打电话跟他沟通，很多事情其实成本很低啊，但是你要通过中介，那你又让人家赚了一道，你又被蒙了。具体操作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跟贷款银行协商申请暂停还贷或协商还款额度，但后续要把空置的周期和金额补上。对于目前全国的断供率有多少，这也是个未知数啊，这个是不仅是未知数啊，这还是保密啊，就是有人知道也不敢说啊，对吧？说了之后也要辟谣啊，不承认。但更令人担忧的现状是法拍房确实越来越多。据深圳同志城整理的数据，2025年前3季度深圳法拍房挂牌量同比上涨13.45%，挂牌5830套，当中以住宅为主，成交套数最多的为龙岗区，成交392套，成交率最高的是福田区，成交率76.77%，而成交均价最高单属南山区，均价91787元每平米。法拍房啊，确实集中上市啊，会导致周边的这个房价市场价下跌。这个我在23年做节目就说了，应该有很多人记得，我那时候就说啊，24年法拍房集中上市啊，24年这个房价会大幅下跌，成为压垮二手房的一根稻草。因为法拍房的特点，它跟那个二手房不一样，法拍房是必须要卖掉，以卖掉为目的啊，所以它就不停的往下压价。二手房是对吧？房东和这个买房的两个人博弈，心理博弈啊，实在不行，房东一生气他不卖了，太便宜了。但是法拍房不一样啊，它是以成交为目的，一拍拍不出去，二拍接着降价，所以它的性质不一样啊。再说了，它也增加了供给嘛，对吧？市场上房子多了，二手挂牌量库存承压，成交周期越来越长。乐友家最新统计显示，2025年深圳
二手住宅平均成交周期为256天，较24年增加了14天，也就是卖房子越来越难了，对吧？既卖不了房，也无力供房，更不敢轻言断供。根据媒体曝光的类似情况，在杭州、郑州等地、平县甚至是广州，部分业主因房价腰斩陷入负资产。然后说房贷倒挂为何集中爆发？房价泡沫被挤出是首要原因。2020年前后，深圳不少小区房价像坐火箭，宝中片区从2019年的8万多一平飙升至15到20万每平，到最新的9月份，70个大中城市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深圳二手房同比连跌40个月。你不管怎么说，深圳再火，它那二手房是40个月的连续下降，房价啊已经跌了3年多了。那些曾因为学位而被炒至天价的老破小，在这次跌价潮中更是无法幸免。诸如八卦岭宿舍、龙悦居、百花片区，而靠概念炒作的片区，或者是被炒房客盯上的小区，如月亮湾花园，一旦市场出现波动，最先崩盘的就是它。那未来何去何从呢？这个文章的作者说啊，对于房贷倒挂而带来的断供风险，网上有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不过是投机炒房者自食恶果，这是高频高贷的回旋镖；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污名化普通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下行下的无奈选择，而非道德失范。对于真正自住的购房者，房子是长期持有的，即使贬值也不会轻易断供。相反，或许只有投机炒房客会打着因倒挂断供的名义及时止损，抽身离场。2023年8月说，宝中某个新盘开盘，口号是让房价回到7年前。2023年8月啊，新盘开盘说宝中房价回到7年前，那不就回到2016年了吗？是不是最高啊？说一语成谶啊，这下不仅宝中，深圳房价也回到了10年前。也许这才是市场回归理性的正常表现，只是对于那些高位接盘的业主来说，这种回归实在太过惨烈。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啊，对于那些刚需房的，就一套房的，我觉得应该给予一些这个纾困措施啊，救济啊，就是帮他渡过难关。但是对于炒房的、2套房的、3套房的啊，不停的买不停的卖的，对于炒房的，我觉得应该由他自己承担责任，对吧？你不能赚了钱你是巴菲特，赔了钱你就要社会来援助，这个是没道理的，自担风险啊。刚需房就是他就只有一套房，对吧？人家到点上要结婚要生孩子，说来说去啊，对吧？他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嘛，结婚生孩子那都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套房，对吧？结果人家他就赶着那个点儿，对吧？到了2017年、2018年，他就正好30岁，不结婚来不及了，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啊，我认为对这种刚需房就一套房的，应该的吧，不要那么过于这个叫什么机械化执行，机械啊，就是说你非得给人家这个拍卖，给人家怎么样，应该予以这个适当的，对吧？你比如说给人家3年，这3年不收利息啊，也不收这个违约金，这3年你不用还钱，给你3年缓活时间。很多人3年差不多就能缓过来，就能就找到份工作啊，或者对吧，改行，对吧，有了稳定收入。这个而且这3年你不收人家利息，就相当于啊，这个钱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银行有这个财力啊，咱们的银行那个息差是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的，咱们的银行完全可以提高效率，对吧？你想那银行为了贷款刷业绩，把钱贷给某个企业，完了之后自己付利息，不是一个道理吗？刷业绩有钱，你支持一下这些断供的，对吧？这些刚需的，情理之中啊。但是对炒房的，对吧？那自己承担损失，你恒大暴雷了，你还疯狂的买房投资，还指望着未来房价涨2倍，像不劳而获。那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啊手上有房，到底该卖还是不该卖呢？我们看看这个专家啊孟小苏他的观点。孟小苏说啊，现在不是卖二手房的时候，大家看视频啊。现在不是你卖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天我做直播的时候，一批网友们在问二手房怎么办，二手房怎么办，二手房怎么办。我就突然感觉到现在是一个急着卖二手房的一个不良的心态在影响，就是越价低越想卖。他们恰恰把问题想颠倒了。二手房市场是 C2C 的交易，它是买家和卖家自身形成的这种交易市场。这个我要是愿意出手，那我往低了卖，那就叫二手房的市场走低的效应。如果说那边急着买，房价急着走高，那就是二手房往上走的效应。现在因为楼市价格一下滑就出现了信心垮塌、恐慌性抛售，越抛房价就越低，而且越抛就越抛不出去。因为房子越跌，人们就越不愿意买，它是这么一种效应。你说等股票跌了我就买了，你问问他是这样吗？他只有等股票涨了才去买。
叫追涨杀跌。房价跌了，你会想还会再跌吗？我再等等吧。有了这样的特点，就作为老百姓咱们来分析的话，当你的二手房不好卖的时候，别人也不好卖；当你硬要卖要降价的时候，别人也受损；当别人硬加价的时候，你也受损；当你们都不卖的时候，价格都稳定住了。当人家涨起来的时候，你无形中就涨了，不是别人通知你的，你再卖你试试看，它就涨了。所以从这个地方讲清的话，大家就应该心里放踏实，至少不要再出现这种抛售型的心理造成的踩踏型的伤害。房价一低了，他抢着卖，那这不就等于把自己的价值损失固定了吗？再一个是随着“十五五”这个要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对于现在所有持有房屋的居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越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城市房子盖得越好，包括你周边房子盖得越好，它的价值越高，你的房产也会随之而增值，这就叫边际价格效应。比如我举了个例子，上海的某个小区刚刚拍出个地王，楼面地价10.7万块钱一平方米，最近第一批房子推出预售价17万块钱一平方米，那本来旁边的小区的房价就是8、9万，结果那边一卖出17万，这边小区的价格一下子涨到13万了，还是原来的房子，就是被别人拉升了。房地产的行业就是一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行业。你看别的企业它都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即便是生产空调、生产电器的，也都是彼此竞争，但房地产不是房地产不同的城市之间的开发没有竞争，同一个城市，你在南山区，我在罗湖区，没有竞争。同一条街道，你在马路这边和马路那边有竞争了吗？看起来有竞争了，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你这边的房子卖得好，他这边房子也卖得好，你那边看涨，他也看涨，当你那边跌下来的时候，他也跌。你不会盼着你对面的小区房价跌到底，你认为他跌到底你就好了，他跌到底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好像好了，你也跌了。你应该盼着人家更好。过去我们的城市就是这样的像这个一片竹笋地那样竞相生长，这么长起来的。这就是房地产和其他的行业不同的地方。随着房地产发展的高质量，城市建设的高质量，当你周边的项目新房价格卖得更高的时候，或者它的二手房价格在往上走的时候，你的房价的价值也就实际跟着提升了。这些要通过咱们的视频告诉他们，提醒他们现在不是卖房的时候。我的工作做的就让大家要对未来有信心我不信东风换不回。二手房是不是卖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孟小苏说的恐怕是那种你这房子没有贷款，对吧？你手上自己住了一套，手上还有一套房，那你那套房要不要卖，对吧？如果你没有贷款的话，我倒是觉得可卖可不卖，因人而异，对吧？如果你的房子能够租出去，那你就租吧，你可以不卖。为什么呢？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想法是肯定是趋利避害，因为假设我们现在判断这个房价是在下跌的，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它跌到多少，你这个时候就是把它卖出去了，那你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拿着钱干什么？变成现金了，对不对？那你就是只能存银行，除了存银行还能干什么？而且很多人这个钱存银行恐怕也存不住，对吧？被人借掉了，七大姑八大姨一借，不借还得罪人呢。你有钱你不借，对吧？你有可能第一个要借出去，那你就没了，变成个事儿。第二个呢，你不借的话，对吧？你有可能创业，对吧？有朋友要创业，你想参与一股，因为你钱存银行你不甘心呢，因为你的心态就是这种要高卖低买嘛，对吧？这叫路径依赖，对吧？尤其是你这房子是100万卖掉了，现在变成只有50万了，这房子你肯定觉得自己很厉害你看准确的把握了趋势，对吧？容易产生自信然后你就觉得存银行太可惜了。你看现在这个搞个奶茶店挺赚钱的，对吧？加盟一个火锅店也不错，你很有可能拿出投资再不行你看这胡市涨得不错，牛市拿出来炒股。总之你把房子变成现金，你虽然躲过了房价下跌，但是你可能这边要挨一刀更狠，就这意思所以说你这个房子如果没有贷款又能租出去，我倒是建议你没必要动，你就出租吧，反正它爱涨不涨，因为它的涨跌都是账面价值但是这个也不能绝对就是根据地方，对吧？如果你那个城市确实是个3、4线城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要，那你卖的也可以变现嘛，因为那个未来那个地方恐怕这个随着人口流失的吧，你租也不好租，房子只有贬值没有升值的机会，对吧？所以说得因人而异，得看你那个房子在什么地方。如果你那个城市是人口流入，或者你们的小区这个位置比较重要，那个地段，对吧？那另外一种情况指的就是你有贷款，
对吧？你那房子是贷款买，贷款还没还完，那恐怕就要卖。去年924的时候，对吧？出台政策的时候，我做节目就说了，你想卖房呢，赶紧卖，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给人家涨价。好不容易有人来问了，对吧？一定要想办法把房子卖给他，要出手，对吧？我记得我做节目都说得很清楚，我说啊，只有北京、上海的刚需房比较难办，刚需房不买吧，你感觉到房价还要涨；买吧，又担心它跌，因为北京、上海它政策还没出完，现在还在呼吁的吧，要出政策，要放开限购。所以我说，只有北京、上海的刚需房两难，其他地方啊没什么复杂的，没什么难的，想卖房赶紧卖。这是去年说的，今年我觉得啊，你恐怕想卖也卖不掉吧，不太容易啊，你得狠狠的砍自己一刀啊。总之，我的意思跟那个孟小苏啊不太一样，就是我的意思是要大家综合考量，要因人而异，不能照猫画虎，不能看别人怎么干你也这么干。网上有个截图啊，叫终止居民置业意愿调查，说居民置业意愿继续下降，10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 13%， 环比下降 1.7个百分点，再创新低水平。购房意愿弱如上月，占比出现增加，10月底占比约 35%， 环比增加 2.5个百分点，处于阶段高位水平。购房意愿稳定，占比小幅下降，环比下降 1.2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楼市运行仍相对较弱，居民购房需求节点释放后，置业意愿出现一定的下降，住宅产品持续迭代，居民购房延续观望态势。其中3、4线城市居民购房信心下降最为明显，环比下降 2.9个百分点。1线城市、2线城市居民购房信心稳中有降，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也就是大家都不想买房了啊。我们在过去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候啊，那时候有句话啊，是叫丈母娘推动了中国的房地产，丈母娘啊拉高了房价。但是就这个说法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要结婚嘛，结婚那丈母娘就要求买房，而且买房必须要加名字，对吧？这是常规操作啊。但是现在经过这个4年的楼市低迷以后啊，经过各种惨剧啊惨状之后，丈母娘已经明白了，这房子不是好东西啊，对吧？除非是全款，否则按揭贷款买房的简直，对吧？现在丈母娘一听说按揭贷款买房的还要加名字，人家马上得考虑了，你这是不是给人下套啊？那这样的话，对吧？这个结婚买房变成刚需，这就不一定了，对吧？有的丈母娘觉得你租房住也可以，存现金是吧？彩礼多要点，房子无所谓了，尤其是按揭贷款的房子千万不能要。这个还有房子卖不掉的啊，你看这个大碗新闻，还有很多媒体报道啊，说广州铜钱大厦13.6亿元起拍，无人报名。这个大厦好像就像一枚铜钱一样的啊，圆的，中间还有一个孔。这房子反正确实这个外形看上去不是那么入眼啊，但是说无人竞拍，这确实有点过分啊。11月13日上午，大碗新闻记者从阿里资产拍卖平台看到，广州地标建筑广州原大厦以13.6亿元起拍，开拍时间是13日10时，但资质报名已结束，无人报名，居然无人问津呢，那还得降价呀？说该项目评估价17亿，起拍价打8折，13.6亿起拍。这个说截至11月13日仍无人报名，但不影响网民围观，目前已吸引2.6万人次围观，就是看的人多，没人下手，已经说明问题了啊！虽然这个房子不是那么漂亮，但不值钱吧？接下来再打8折啊，10亿起拍。这个大厦啊，总投资是10亿元，那13.6亿拍确实没人拍啊，还得给他成本价就10亿啊，看看二拍吧。最后我们再看看啊，两个部委专门针对胡锡进老师出台了一项措施，是什么措施呢？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还有农民日报报道说，两部门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买农房。据农民日报，近日中央农办农村农业部召开3农政策通气会，会议强调啊，要严守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坚决落实2个不允许要求，即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2类人啊，专门画了个红线的农村宅基地啊，最新红线啊，给我感觉好像给胡锡进老师量身定制的嘛。无论是机关
管事业单位还是国企的退休干部，均被禁止到农村占地建房。这类群体啊，本身已享有城镇养老保障，若允许其利用人脉或身份便利，违规申请宅基地占地建房，会挤占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导致本村符合建房条件的农民无地可批。例如，曾有司法干部退休后以维修老房为名，私自超面积建房近1亩，最终被当地相关部门认定为违规建房，并依法查处。这也体现了这类违规行为查处的严格性。2条红线的划定，核心是守住农村宅基地的集体属性，避免有限的宅基地资源被侵占，保障本村符合条件村民的合法建房权益，维护农村土地分配秩序与乡村稳定。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其使用权仅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城镇居民不具备这一成员身份，没有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哪怕城镇居民和村民私下签订了宅基地或农房的买卖赠与协议，这类交易也属于违法且不受法律保护，不仅办不了产权登记，还可能面临房屋被收回、购房款打水漂的风险啊！这个就是给胡锡进老师的一个警告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老干部到农村建房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啊？他这说了一大堆啊，那都是违法建房，对吧？你把这个耕地你圈了盖房子，你当然是犯法。宅基地你只要在宅基地上你不违建，这为什么就是犯法呢？说来说去不就是利益之争吗？对吧？就是你看看啊，你一旦这个宅基地变成住宅，对吧？这都不归农村农业部管了，归住建部管了。我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对吧？天天开会，左一个文件，右一个文件，规定啊，这个宅基地不能买卖，不能卖给城里人。这个我觉得我想不通啊。如果这个城里人跑到农村去乱盖房子，对吧？你本来这是耕地，你把它窟圈起来盖房子，或者本来这宅基地只有半亩，你把旁边再占一占，占个3亩地，盖成宫殿，那都是不行的，那是违规。但是如果这个我就在这宅基地上盖，凭啥不行呢？为什么农民的宅基地就不能买卖呢？农民进城了，宅基地就没了，不准你卖啊，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还是不想给农民红利啊。你农民卖只能卖个集体，怎么叫卖个集体呢？这不有的地方农民进城买房吗？你的宅基地退耕还林，就把那宅基地复垦变成个耕地啊，然后给你2万块钱、3万块钱，有很多地方这么干的。实际上是村集体卖了指标，因为多了一块耕地啊，他这块多块耕地，城里面就可以少一块耕地，那耕地就可以变成宅基地。那城里面的宅基地那多贵啊，对吧？那个都多少万亿，都几百万、上千万一亩、上亿一亩的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有点这个小题大做，对吧？把这红线画了又画，画了又画。实际上这个红线都是打着旗号，都是为你好啊，都是为农民好，不给你钱，对吧？你的宅基地不能买卖，都是为你好，不是害你啊，感恩吧，不就这意思吗？那宅基地千万不要让胡锡进老师骗去了，对吧？你卖个集体5万块，卖个胡锡进老师30万，那你上当受骗了，你知道吧？不就这意思吗？结果村长你一走啊，那村长把你们家地占了，对吧？改成皇宫，很多地方都这么干啊，农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吧？很多农民进城吧，这个咱们城镇化不都是指着农民进城吗？农民进了城，这个宅基地就没了，一边让农民进城，对吧？一边不让你卖宅基地，那合着不就是宅基地送给，对吧？还给集体呗，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农民想富太难了，完了养老金还只有100多一个月，完了农民还挺感恩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